讲一嘴思念的茶，配一片故乡的话，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。欢迎收听《故乡生活台语诗》。魂起来呀！魂若起，缘就来。随着魂轻轻啊行入来人海，有时向前，有时回头，有时家己行，有时甲人相等候。毋免问路头啥物时阵到。缘若转，一片轻轻的魂，就是一个渡口。爱留，毋免走；要走，毋免勉强留。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68集，欣赏的是高雄的林凤珠老师所带来魂起来呀！所以，咱邀请林凤珠老师来跟咱分享这首诗创作的背景，也有这内底重要的台语文用字。会写这首魂起来啊，这是有一个因缘就是讲，曾经伫民国101年元宵节过了后，伫迄段期间，电视顶面拢咧报一个消息，第一个是忽然间出现的，就是讲凤飞飞悄悄的病逝在香港，安尼伫迄进前是知影讲凤飞飞伊的声无去啊，所以伊要举办迄个演唱会已经无法度啊。伫进前有安尼消息，但是过一阵真长的时间嘛拢无消息。101年的元宵节过了后，忽然间电视报出凤飞飞已经走啊，安尼。那无几天，搁再报一个消息出来，讲美国一个曾经足红的这个歌星，查某的，叫惠妮休斯顿，迄曾经足红过安尼。嘛因为药物过量，药啊食过头去。嘛，雄安那回去安尼，所以这两个拢是巨星。那以咱来讲，因伫舞台顶会使拢是闪闪发光的。那凤飞飞的时间介长那惠妮休斯顿曾经捌用药这咱拢知。但是咱的印象中，因就是巨星就是在舞台上很发亮的虽然沉寂下去，但是因互咱的印象拢个低。忽然间，这两个拢总回去啊！搁再来，毋是干那这两个歌星，是搁再有一个球星一出现，就是美国职业篮球队内底林书豪，忽然间伫迄段时间突然间窜起，逐场拢咧报林书豪在创造纪录，林书豪今仔日搁再帮助伊的队伍得到胜利，伊今仔日搁再得几分，种安尼就对了。哇，迄阵的电视你就看到那个电视上面的光影。拢总毋是咧怀念凤飞飞的放一寡遐的歌，无就放迄个惠妮休斯顿的迄个影像，若无就是林书豪，差不多拢这2、3个。迄一当民国100年以后的这个元宵节以后遐你拢咧看这。迄站我拄仔拢伫大冈山顶面，阮高雄有一个大冈山，大冈山顶面有一间茶馆叫做云起时。伊伫个顶面，你伫大冈山的半山腰看嘉南平原是足水的，阮拢正在去。种种的巧合种种的因缘，安尼，互我去想着讲，王维伊有写两句诗，叫做“行得水穷处，坐看魂起时”。那咱的国语念就是讲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。所以对这个魂，伊会生起来是有种种的因缘
魂的线嘛是有种种的因缘，就是讲缘生缘灭。魂会生起来有个条件，但是这个生起魂的条件，这个水气甲空间，若是无搁再记住了，魂就袂搁生起啊。其实王维伊要讲的意思，坐伫个山遐伫咧看魂起来啊，魂无去啊，其实伊应该讲伊有足深的体会，就是讲咱人的缘就亲像这魂共款啦，缘若是记住，就亲像魂伊会生起来。毋过伫即个所在的魂无去啊，无代表讲伊伫别个所在，伊就袂搁再生起。因为王维伊是佛教徒，所以他很可以去体会这一个缘生缘灭、缘生缘灭的迄个，所以伊开始写行得水共出，坐看魂去死。那我迄阵会写即首魂起来，也就是风灰灰啦、惠尼休斯顿啦，个林书豪这三个，以及王维迄首诗，以及我迄阵凊彩伫即个高冈山的云起时，凊彩伫遐咧泡茶，和朋友讲话，拢有迄关系伫咧。那我最主要伫即内底要讲是安尼，就是讲有时咱伫生命的即个过程中，咱是家己行，咱会家己行，但是有时咱会规定咧，大家小做伴安尼不管家己行好，不管是小做伴好，总是安尼，有诶缘深，有诶缘浅。有当时缘会转，缘若转，我即内底就写讲缘若转一片轻轻的云，就是一个渡口不管什么所在啦，缘若转，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停留的地方。你要停留，你就停留，你若不停留，我们随时不要有所谓的爱恋，应该走就爱走，唔好贪恋。我要讲的是这个意思。伫魂起来内底，我有讲到讲，咱随着魂轻轻行入来人海，有时向前，有时回头，有时家己行，有时甲人相等候。那这内底家己我选择用个字，个人的个，固定的固，倒边一个徛人，个人安尼另外，我若伫别个所在，譬如讲，我会看语气，别个所在，我若要讲。咱拢家己的人，我就无用这个个字我就用家字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就用迄个讲咱规定咱就拢一家人啦，咱拢家己的人，我们都是自己人。伫迄个时阵用个字是无意思的，但是你若要写讲家己是要表示单独的事，我就用这个个字。用字你得看上下前后。文章伊的意思是安怎，诗嘛同款。缘若转，一片轻轻的云，就是一个渡口。说入去，咱邀请高雄文史专家郑英雄、谢荣祥老师来为咱介绍高雄渡口。伫个清朝时代呢，乾隆15年，刘湘的举人呢，杜兆昌，伊的《鼓山八咏》内底其中一首诗叫《骑兵渔火》，诗是安尼念的：骑兵迄条夜，渔火满沙洲，风者盈盈乱，青船点点秋。鱼子高跃起，高竹神威楼，二岛飞旋舟，五花扬翠球，江游平影看，映入大江流。客望中小影，暂定古渡桥。这首诗内底就讲到古渡桥。古渡桥的这渡口呢，其实所讲的就是其后这个渡口。这过去是两岸呢来往贸易进出的一个真重要的口岸。尤其是1874年的时阵，这个辛宝金呢来台呢，所带领1万几个这兵呢，是对这个打到其后这个所在来上陆。那么伫其后呢，有3条线是通孝顺头、蛤蟆星的沟仔内，甲安埔站这个渡船。那么伫爱河呢，嘛有这个天渡，用竹排咧天渡。伫高雄港内，嘛有
航船啊驶到凤山，即马新城的东门即个所在。所以伫高雄港内底呢，打到港呢，伫清朝时代是足侪渡口，这拢是进度的一个所在。言若转，一片轻轻的云，就是一个渡口。爱留，毋免走；要走，毋免勉强留。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，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林凤珠老师写诗，赵英雄老师主题讲解，赵门客电台制作，公司主持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咱后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。